本期节目里，小张和罗布追上了正要离开的卓玛，他们又学会了交朋友的几句藏语，敬请收看。卓玛，我这接了羊就吐了呗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本期的跟我学藏语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观众朋友们也可能注意到了，我的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标准。我希望在给观众朋友们教藏语的同时，也跟大家一起学习，来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。希望观众朋友们多谅解。没错，我的藏语也学的是马马虎虎，还需要跟桑杰多多学习。也希望观众朋友和我一起努力，学会更多的藏语。在上周的节目中，我们看到小张和罗布在街头遇见了漂亮的藏族姑娘卓玛，并且呢学会了“姑娘，你很漂亮，你叫什么名字”和“我叫卓玛”这4句藏语。是的，让我们再复习一下。好的，第一句话呢是“姑娘”，婆莫。第二个呢是你很漂亮，让英接不住。第三个呢是你叫什么名字，让的名了还是4个月。第四个呢是我叫卓玛，年名了装了4个月。复习结束了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期的内容。小张和罗布正在追赶要离开的卓玛，他们还有什么话想对卓玛说呢？卓玛，卓玛，卓玛你好，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这个还有我呢，我听到他卓不先这个了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可以了，人家已经答应了。那太好了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小张，来自四川的。年龄了诺不萨，姓子呢？年龄卓么萨，那真的有。那是去远吗？很远。提兰，来这看那个别吧？你来拉萨做什么呢？我当年俺们啦，亲戚小孩用。那是。那俺们啦？是，没知道，让高有是被记住的没牛有。都在哪俺们啦？姑娘你素质呗，别客气个呗。怎么？你唱的怎么了？哪是俺们啦？阿姨你好。你好，让用吧。俺们啦，提兰给恐龙听那次，你唱的没？怎么？让你老子。走。这么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？他妈，我这接了羊就吐了呗。短片看完了，让我们从中学习社交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4句话。是的，第一句是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我你戳不准呢，这个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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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句话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使用比较多的。没错，平时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想认识一个人，我们都要用到这句话。比如说一丹，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一丹，我你戳不准呢，这个这边。当然可以了。那桑姐，我应该如何用藏语来回答可以呢？用藏语说的话，这个人。这个人。对。如果说不可以，这个马瑞。不可以就是这个马瑞。对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中他们是如何使用这句话的。这么你好，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这个还有我呢，我听到他卓不先这个了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第2句话，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小张，来自四川的。年龄了诺不萨，姓子呢？年龄卓么萨，那真的有。那是去。三姐，这段短片中我们要学习的是介绍家乡。短片中的卓玛说她的家乡是那曲的，那么我的家乡是那曲的，这句话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好的，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我老家是那曲，年配于哪曲音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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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
这句话前面不变，后面的可以根据自己老家的名字替换就可以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根据这句话再延伸学一句：你老家远吗？对，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你的老家远吗？태기 파유 타진 부지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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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对方自我介绍老家以后，我们继续想了解对方的家乡，就可以询问你的老家远吗？或者这句话我们女人聊天聊到家乡的时候都可以用到。哪去？远吗？很远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短片中的下一个知识点。是的，我们要学习的第3句话是：你在拉萨干什么？我们一起学一下。你在拉萨干什么？키란 하사라 가르난기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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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句话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用的非常多，比如说在路上遇到一位熟人，或者外地来拉萨的朋友，你就可以这样询问别人。没错，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，回顾一下。태란拉萨看那个别吧？你来拉萨做什么呢？我到你们啦，亲戚喜欢用。今天我们学习的最后一句话是：我们以后还可以见面吗？我们以后还可以见面吗？나도 재수 양야르토나这个是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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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回到短片，看看他们离开时是如何使用这句话的。这么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？他妈，我这结了痒就吐了呗。今天我们把这4句话学完了，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呢？对，这4句话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掌握好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完整的回顾一下短片。竹妈，竹妈，这么你好，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对的。啊，还有我呢，我提到他主播先这个了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可以了，人家已经答应了。那太好了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小张，来自四川的。啊，你们了诺不萨啊，姓子呢？你们专门啥？那现在用品。哪去？远吗？很远。既然拉萨看那个别吧？你来拉萨做什么呢？我到你们啦，亲戚喜欢用。啊，那是。来俺们啦。是，没是对的，让高有是被记住的没有有。都在哪们啦？你素质呗，别客气个呗。怎么？你长得怎么的吧？谁俺们啦？阿姨你好。你好，让用吧。啊，阿姆拉，今天给广东听那是，我你没尝到没？怎么？那你老子，走，你走。这么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？他妈，我这结了痒就吐了呗。观众朋友们，本期的跟我学藏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多学多用。下期节目我们要教给大家购物时常用到的话，希望大家准时收看。跟我学藏语，轻松生活行。나타냠도 표계종 나와 기별 냠도 줘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스마원听见，节此节用。酸奶是西藏的美食之一，在西藏有风味独特的酸奶等着您品尝。但由于很多当地人不懂汉语，造成交流困难。敬请收看下期的《跟我学藏语》节目。